今日我们来到新竹市二的访问的是国民党提名的新竹市长参选人，也是现任的市长许明才。市长您好。你好，易容小姐好，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市长，我们知道新竹市其实有不少的客家乡亲哦，有大概30%，大概快14万，大概14万左右。那其实您任内呢，我们市政府的民政处有客家及原住民事务科，那新竹的关东市场也3、4楼也成立了文化会馆。那如果您未来连任，您对客家文化、新竹市在地的客家文化的延续，您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我想新竹市其实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哈。那我们新竹市有客雅溪啊、客雅山啊，这个客就是因为那个客字在那边，因为当初就是除了平埔族道卡斯族之外，就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汉族搬了之后，就逐渐往山里面走，所以大概目前有14万多的这个客家人。那这个客家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客家文化可以在新竹延续下去。因为当初这个客贤居在建的时候，关东桥一带客贤居那其实都是客家人哦。那这个整个住的地方被园区这个使用之后，他就搬到关东桥这个地方来，所以关东桥这一带都是客家人，包括我们中爱、南爱都是客家人。那怎么样是把这个客家话继续传承下去？我常说，没有客家话就没有客家的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让这客家文化可以持续做下去？除了我自己努力做之外，也要让我们所有同仁共同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新竹市的客家委员会有非常多的客家大佬，常常教导我们怎么把这个客家文化做得更好。所以，不管现任做得怎么样，或是明年继续连任的话，我也会持续的来关心我们客家文化，让客家的文化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而不会在我们手上把它断了。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竹科其实对新竹市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那竹科进来了，其实就有越来越多不同的移民也进来。那其实客家我们会常常说，提到新竹的客家，大部分会想到新竹县，比较不会想到新竹市。那随着新竹市这样的都市发展，您觉得未来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客家不会慢慢被稀释？那像您说的，可能客语也会消失。我觉得客家人在新竹市其实活动力非常的强哈。那所以我上任之后，在这个民国100年的时候，就赶快成立客家事务这个科来专门来主管客家的事务，就是希望客家人在新竹市这个地方可以继续的蔓延下去，而且继续的把文化传承下去。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都很用心，尤其是我们在东区盖了一个关东市场之后，它的这个4楼、3楼的地方，我们就当成客家的会馆，来让这些客家乡亲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而且每一个礼拜都办活动，就是希望这个大佬带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客家人，然后我们的客家孩子们可以不断的在这地方来吸取客家的精华不要忘本。不能忘本，所以我想我们在东区有这么活动做了之后，包括市政府在民国101年的时候，我们也在11月份的时候成立客家业啊。全台湾你有没有听过有客家业的这个城市？没有，虽然我们不是客家人顶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客家文化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民国10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这个把11月定为我们所有的客家业，就是希望客家乡亲在11月的时候，可以检讨过去1年来的一个这个成果，然后大家彼此激励，明年怎么继续做？所以11月的客家业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客家月，您未来如果连任，您希望说要怎么可以强化它？还包括会馆现在使用的效益，您觉得是满意的吗？现在使用的效益其实也还好哈，我想。到目前为止，大概每个礼拜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客家乡亲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从开业到现在，也大概好几万人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去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持续的做下去，因为你不能让客家文化在我们新竹市绝迹，在我们的手上把它断了，这是对不起
我们的客家乡亲的地方。所以我想新竹市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我们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我们有来自东南亚的这个照顾市民的这些外劳朋友、外籍朋友，我们有来自大陆的这些新移民，我们有这个客家乡亲，他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来自大陆的这些唐山来的这些，就是大陆撤退之后这些外省籍的这些好市民，所以新竹市就像一个小联合国。所以每一样文化我们都要重视啊，像我们针对这个外省族群，我们有建筑博物馆啊，建筑文化季啊，就是希望传承每一个族群我们都重视，每一个族群我们都要支持它的一个传承下去，让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各项的这个文史啊，各项的传承的文化的传承，都在我们新竹市可以看得到。这才是一个城市在进步过程中，大家彼此之间拉拔，越拉越高，不是越打越低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客家的这个文化的推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希望这个母语的推展是非常重要。我刚刚讲没有客家话就没有客家文化，所以我特别要求我们的这个教育处，针对客家的这个地区的这些孩子们，母语的教学非常的重要。你不要让孩子们回家孩子讲国语。或是讲闽南话，那就不像客家人了。好，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我要求请大家一起来学国语、讲国语啊。好，那在整个客家的各项的活动的空间部分，我刚才提到，我们也争取了这个客家步道的设立，客家文化园区，我们在努力在争取啊。因为从我上任之后，在上任之前，每年大概争取到5万块的补助，要做什么？但是从我们上任之后，设立了客家科。然后我们有客家的客家业，然后我们有客家的各项的建设，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就争取了将近4、5千万的经费，就是希望大家来分享客家的快乐，来分享客家的因素，来分享客家人的一个勤勉的一个精神，让应景的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方向跟目标啊。除了客家以外，您这次要争取连任，您主打的政见是什么？我想照顾客家人之外，其实每个族群都要照顾得到。那怎么样让每个族群的这个市民在这边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透过各种科技的方式，智慧的城市，让这个城市利用智慧的方式，让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彼此了解、彼此清楚这个城市的一个成长。就像我们也联合了 LINE， 全台湾大概除了6都之外，我们是第一个使用 LINE 社会群组的这个单位。就希望透过彼此之间的更加的亲密的联系，让大家知道说，市政有在关心各个族群的。我们希望达到新竹市的市民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所以我们努力的每年办10几场的就业博览会，就是希望年轻的朋友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拼生活、拼经济、拼生涯的规划。然后年轻人有工作之后，才有赚钱养家活口啊。但是年轻人在拼工作的时候，长辈谁来照顾啊？当然是我们的市政府必须要用更多的心力来做。所以我们希望新竹市老人家在新竹市拼健康、拼快乐。所以怎么提供年轻人更好的工作机会？我们努力的来开创更多工作的机会。就像最近我们也努力的向中央来争取这个南寮港的开通。南寮港如果通了之后，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工作的机会这直航港口可以创造更多经济的能量啊！我想这部分就像我们当初在让新竹市的丰城购物中心躺在那个中央路躺了4年多，但我们用心让它活起来，增加8000多个工作的机会啊！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将近2年多，就已经将近4000万人进到这个基层购物中心了。就是我希望工商的发展更繁荣，然后市民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然后孩子的教育做得更好。好了，所以长辈的照顾当然是责无旁贷。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安居乐业，而且是一个幸福的城市。这次新竹市的选情，其实您的对手主要会打的部分是，第一个是跟老人的福利有关，第二个是世博台湾馆的部分。那这2个部分您要回应一下吗？可以啊，我想这个老人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前任的林市长，他非常的用心。那他为了新竹市的发展，开通巷道、打通道路，借了200多亿啊。然后那时候如果那时候不借这些钱来做的话，现在要500、600亿才能开啊。所以我们很坦然、很欣然的接受。然后我们那时候财政状况可以说送到加护病房去。
但是经过那时候我们的老年金有简化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那但是经过这4年来的一个努力，我们省吃俭用，然后这个开源节流，然后台语叫做强耕内多，就是希望经济财政可以好起来。所以经过这几年，我们当初那个两位数的这个收支红字变成1位数，然后现在是蓝色的，是有盈余的所以最苦的时候都在花了。那当然，明年当然一定是继续花，而且明年的预算已经编好送到议会去了，议会通过就继续花，所以没有所谓这个不花老年金的事情。全台湾你看只剩下几个县市在花，我们是持续我们没有间断我们只是减花而已当初是减花而已。第二个那个世博台湾馆，当初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我们也花了一笔钱去买回来。那不是买回来卖票而已，它是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当初这个台北五厂给我们这块地大概5公顷多，那5公顷的话，我们把它盖了之后，那带动了整个附近几百公顷的发展。因为它在大陆的时候是很多的馆，所以很多人去看，但是回来台湾就是它一个馆，所以它必须要增加它更多的一个设备，包括它的这些共同有娱乐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宾影城也进啦，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这些店家也到我们的文创馆来啦包括我们世博馆内部全部都重新整修过啦，它有科技的这个意象有台湾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展现所以目前您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去看一下，中午的时候现在吃饭还是要排队耶。它不是拿回来卖票的，而是希望它带动整个地区的话，希望它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带动了千甲水源、前溪整个地区的这个土地利用价值的提高包括这个更多人可以成为有钱人的一个未来。我想这是我们在努力让这个世博台湾馆可以帮新竹市增加多一个景点之外，也可以带动整个更多经济的发展。不然你看新竹市晚上请问到哪里去？除了城隍庙，你还能到哪里去？以后至少世博台湾馆，那在世博台湾再连接我们的光谱计划，在科学园区前面的光谱计划，以后高楼大厦林立那现在这个台北五厂在昨天9月30号全部结束，所以他们今天又开始在迁移的。那未来这个台北五厂在旁边就有一个台回的6本木，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这叫利用这个城市总体规划 HOP-SCA 的概念 ，HOP H 就是 hotel 的概念 ，O 就是 office 的概念 ，P 就是公共空间 public area 的概念 ，S 就是 shopping mall 的概念 ，C 就是具有文创的一个 culture 的概念，那 A 就是 apartment 的概念。所以以后这地方生活是非常狭义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世博台湾馆，我相信我对它充满了信心。只要你去看，所以很多人说做世博台湾馆没有不好或怎么样，我说你看过没有？人家跟我讲说不好，我说那你就去看一看。如果你真的看不好，你来骂我都接受。但是没有看过之前，请你不要随便乱批评。这次您的主要的对手2位，一位是民进党提名的我们说中生代，那另外一位是前市长。那面对这2个对手，你怎么评估您的优劣势在哪里？因为现任就是他有优势，但是他也是很明确的目标。现在就是我在民处给人家 K 这个很正常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蔡前市长是一个好人，但是时间已经过了。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是他用那种他那当时的思想来思考这个现在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现在很多事情他都没有碰过，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是要让这个城市往前面一直在走，而不是再从头他那个时候再把那个东西以前的东西再拿来这边炒，这是不对的。这是必须要跟着时代潮流在走。像这部分，我想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个城市架构的更好。我也要谢谢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努力的把他那一棒跑完。那我也会努力的在我这个任内，把除了这棒跑完之后，就继续跑下去，再接给下一棒的人。这是我对蔡市长我很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时间是不对的所以好人摆在不对的时间也是很可惜的。那个年轻的，你说那个林志坚、李议员是吧？李议员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不过他是第一任就要选市长，我想就在历练上可能需要再努力一下。虽然说他曾经当过柯建铭柯立委的助手，但是那个民意的东西跟行政的东西是
是隔行如隔山的啊。就像虽然我当过30多年公务员，你看我当初上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啦，没那么简单啊。说一说可以，我可以画个大图给大家看，我想做什么，但是问题是当你碰到的时候，好了，就像你那个都更一样的，就是这个老城区。老市街，你要给它重新规划的时候，你要一家一家去做，那不是随便说一说就好，说好话谁都会讲啊。问题是你要做。我说隔行如隔山，不是说随便信口开河，我画个大饼给大家看，那再我拍拍手就好，但是你要做得出来啊。所以现在那个他们也骂我说我跳票，我事实上我都在做，不是没有在做。你沟通不要时间沟通吗？好，你如果现在要都跟城隍庙，你看旁边有多少的摊位，你就是去捅那马蜂巢，所以讲很简单，但是做就踏踏实实做。所以林志坚林演他很有前途，但是他应该继续有更多立委的机会。谢谢市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大家好，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的新竹市长长信言林志坚参选人，您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您是新竹市东区的议员出身哦，那东区刚好也是新竹市客家乡亲比较密集的地方，就是东区和香山区这边。那新竹的客家，新竹市的客家，对您来说，它印象是鲜明的吗？那您觉得有需要再让它更加深吗？其实我读书求学的时候，高中的时期，我念的这个学校就在客家村落里面，所以我很多的同学都是客家人。那客家的朋友们，其实他们比较没那么鲜明，但是如果像我当时念的这个学校，这个村落整个都是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外显哦。但是就我在新竹市。因为我们新竹市的人口是43万，那大概有客家籍的朋友大概占了31% 哦，大概也有14万左右的人口，其实相当的多。不过我觉得客家的朋友大家都比较内敛，也比较害羞一点哦，所以基本上如果在像我们新竹市是以河洛为主的一个村落来讲哦，就是客家的朋友们比较没那么外显，那他们大概相处的过程中，他也不会轻易的让你知道说他是客家籍的朋友，对，尤其在新竹市，其实有竹科有高铁，就是很都市发展的状况下，其实客家要凸显还蛮困难的。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您对客家文化的延续传承，您有什么想法？可以怎么做吗？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东区的议员现任是东区的议员，那我们新竹市呢，多数的客家籍的这个朋友们，他们都聚集在东区，那又以这个关东桥这个区块最多。那关东桥大概占了大概80% 左右哦。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客家籍的朋友们他们非常的热情，但是他比较不外放。那他们的人格特质也蛮鲜明的哦，他们都会有一个群聚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就好比说像我们自己一样过去我们在母语的推广上可能是不太够的。那像我这个世代就会造成，我出了社会，可是我不太会说台语，所以我认为，母语的推广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担任市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加落实客家朋友或者客家语言的一个推广。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客家教育的这个母语的推广落实到小学也可以让他们更多这样客家的一个语言的检定。课程更多，那甚至于我们应该要多介绍一些跟客家相关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历史，让他们可以认识他们自己的母语之外，也认识他们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在其实前一阵子有关教育，就是国小的
学科啊，可以要不要加作文啊，要不要加乡土语言，其实就是有一点困难了。您觉得说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还是可以去让学校去做到这样子的母语传承？我希望是这样的哦，因为当然任何事情在推广上都会有一些刚开始都会有一些冲击，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认为，当地方首长人本来就要魄力，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该做，而且他做了。对于这些客家籍的孩子们是不是更好？那我认为是对的，而且是会更好，所以他应该要做。OK。对很多客家乡亲来说，现在各个县市也都有，他们会希望，因为客家越来越散了，所以希望有一个凝聚大家的中心。对。那像在东区这边关东市场，它其实在3、4楼也成立了一个客家文化的会馆。不过它的效益，您看来是够的吗？那未来您觉得可以怎么再加强？我觉得是不够的啦，哈，因为客家文化会馆它的过去成立的时间跟它现在这一段时间在应用的情况，我很熟悉，因为我经常会去到那里哈，因为他们那里有一个叫做关东社区发展协会，那理事长我跟他很熟，那我常常都知道说他们需要办一些活动，那活动经费上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想要推广的事情，有时候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协助，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不仅是在经费上应该要协助他们，更重要的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好比说，我们应该要结合这个客家电视台，或者是说客委会，给予他们更多专业的一些协助，因为他们都是地方上很热情的人，可是他们可能在文化上的专业领域可能是不足的。那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我们担任地方首长的人应该要来协助，因为我们有地方上的一些资源。我们有公务部门的一个专业的团队，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个部分推广，那透过社区连结，其实在东区更重要的是要连接当地的金山寺，因为这个寺这个庙宇是他们这里信仰的中心，那这里有很多地方上的耆老都会天天聚集在这里，那我觉得如果可以连接他们，然后来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推广上。会更落实，它不仅可以让人进来，而且也可以让这个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整合。您是民进党这次提名最年轻的县市长参选人，那当然大家也会想象是年轻，经验比较不足，但是它有个好处是，大家会期待有比较创新、有活力的政见。那在你的蓝图里面，你希望把新竹市打造成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年轻给人一个经验不足的这个形象，我觉得现在了现在的人多数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多数的这个选民或者是我们新竹市的市民，甚至于长者，尤其是长者他们都认为说很愿意给年轻人来试试看，或者让换年轻人来做做看，因为年轻人会给人一个创新。活力，还有这个行动力的一个感觉那回过头来说，经验的部分，其实因为我在地已经10几年的时间，我从2000年就一直在我们新竹在地服务，从我当助理，后来当议员，大概14年的时间，所以我对于新竹在地的文化也好、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刚刚主持人您问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其实我希望说，未来把我们新竹分成几个区块来发展临近园区的这个地方，我希望未来透过一个整个都市的这个开发的一个计划竹二科的一个整体开发的一个计划，让这个地方连接科学园区，把科技带入生活，甚至于带入这个文化，让这个地方可以重新改变它的风貌。那旧城区的部分呢，我们更希望说。有一个叫做1平方公里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把它画成1平方的一个蓝图。那我们希望现在的这个市政府的位置能够迁移让这个地方原来这边的周遭的建筑物都是一个已经都是古迹了。那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变成一个博物馆群，让更多的这个外县市的朋友来到新竹的时候，可以深入的导览。参观，因为我们新竹建成185年，其实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底蕴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而我们有这样的优势，连接这个城隍庙，让这整个旧城区可以变成一个文化的一个城市。那香山区，因为它是长时间，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结合生态、农业、观光的一个区块，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跟它强化。那我们另外在新竹有一个新竹渔港，我也希望把它打造成台湾第二个渔人码头，甚至于我们要建一个玻璃教堂，让这个地方变成全台湾最浪漫的一个这个港口渔港。然后未来所有的新人都必须要来这个教堂朝圣，来这里拍个婚纱，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城市愿景的构想跟蓝图。那现在最需要的是，怎么样把它有系统的把它整个擘画出来？那未来我们担任市长，我们就会马上来推动。不过很现实的是啊，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蓝图，其实很多人在媒体上是看不到的，就是可能主打都会是跟老人有关的津贴方面，然后这些还有您的有一位对手会攻击你，会提到您的比较大的疑虑是说，可能跟建商是有关系，或者说您是建商，那怕新竹市这个很180几年的这个城区会受到破坏，这个您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回应过这件事情，这个都不是事实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人，我的弟弟，他过去他只是因为他念建筑的，那他只是一个理想，他希望有机会来盖好房子给人家住。当然，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股份。那当我决定要参选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都释出他公司的股份，他也离开这个公司。我们都说明过，但是我们希望选举是一个正向，而且是要有一个传达一些政见的一个选举。我们希望说它是越来越好，而不是再继续沉沦在过去的一个选举文化里面哦。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都说明过。那我们也很愿意、很诚恳、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从来都没有担任过建商这个职务哦。那家人，永远都是家人，我也不能说永远都要约束我的家人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但是我相信，我的家人为了我参与这一次的选举，做了很多的牺牲，那他们也很委屈。但是我必须强调，选举绝对是一时的，我们应该要提升台湾的这个选举文化，而不是继续沉沦。您这次的对手其实都很强，那您怎么去评估您的优劣势？我想是这样子哈，没有错，我的对手一位是现任的市长，一位是前任的市长哈。但是就是因为现任的市长做得不好，所以才会让很多的民众想要来改变。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契机。那我年轻，我有活力，而且我对这个城市有愿景、有想法。那我们本来就必须要去强调我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能够改变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自己，而不是不管是前任还是现任。那我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我能够把我对城市的想法，还有对这个市长这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我未来能做什么，我能够说得很清楚。我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定可以认同。而且，台湾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我们看到318的血印，年轻的朋友都纷纷站出来。那我比这些年轻的朋友还要多大了1倍的年纪，我都快将近40岁了。那新竹市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我们的平均人口的年纪才36.4岁，本来就是应该由这个世代的人来服务过去，帮我们打下这么好基础的这些长辈。那我也相信新竹市的市民。一定有这样的智慧，可以选出他们所期待、他们想要的一个市长。我再回来问客家这个，就是其实客家在城市，我们都发现它其实生存是越来越困难的。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包括语言，还有就是在馆舍的活化，您对新竹市的客家，您有没有觉得还可以怎么去做，可以让这个客家不要慢慢消失？我倒不那么的悲观看这个客家籍的乡亲或朋友他们的这个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传承的部分，因为
时代进步到现在哦，其实整个族群的融合的情况越来越好。那我觉得在新竹30% 的这个客家籍的朋友，并非弱势哦，其实他们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议会里面也有好几位的议员同仁，他们都是客家籍的，那他们也一直都在为客家籍的朋友发声。那我自己身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年轻人哦，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对于族群的那个概念是更式微了，甚至于我们觉得我们都同样生长在这一块土地上，我觉得应该是要一起来努力。那我觉得，尤其在客家部分，我最想做的是文化的传承，因为我觉得客家有很多特殊的文化，那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我觉得还有吗？现在你觉得有啊有啊，勤俭永远都是最好的一个习惯啦。那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还是很鲜明的。那我觉得包括这个客家花布，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也是很亮眼的。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说，他们这个我们客家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只是外在比较隐性，可是他们内心也是很热情，也很奔放哦。那我觉得未来地方政府的角色，就是给他们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啊，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发挥。那尤其是新竹市啊，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的条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文化的传承上做更多的事情，尤其在客家族群的这个区块啊，让很多的朋友都可以知道说，你来到新竹，你可以吃吃客家的美食；你来到新竹，可以一起参加客家的一些活动啊，不管是桐花节，或者是我们新竹有一个内妈祖庙啊，它是一个已经170几年的一个庙宇，那它也是另一个客家籍朋友他们信仰的中心。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些信仰的中心结合，让他们的活动，让更多的市民，甚至于更多其他外县市来新竹的朋友知道，那以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竹市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或活动，让大家共同参与。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我哋今日來到新竹市，我來訪問嘅係本來係民進黨籍100用武東市的省府人來參選新竹市長嘅蔡英健先生。參選人您好。你好。您這次啊，其實我想大家會好奇，您10多年前97年的時候，就曾經當選為新竹市長。那您也是新竹市至今唯一民進黨籍的新竹市長。那事隔了10多年，這次您為什麼甘冒與民進黨分裂甚至決裂的這樣子的風險，還是堅持要再度參選？是，對，這個決心，是很堅強。那，這麼堅強的原因是我深深的了解這個新竹市的歷史，那也深深的了解目前的它的幾個危急的情況。那所以我從今年的年初就開始積極的在徵詢意見，然後也開始準備，那積極的投入。那我覺得因為這一次的提名太奇怪了就是在一個時間點8月2號突然轉折，之前整個黨內的共識是，要我出來參選的。可是8月2號以後呢，在柯建銘立委他的一個強力的主導之下，整個很急劇的一個改變。那我覺得，因為推出來的人選是讓我非常懷疑的因為他有建商的背景。
而现在新竹市呢有70几个跟都市计划的变更有关的案件，这几个案件呢，其中有好几个是在我们的历史核心区，那个都是新竹200-300年的一个历史核心区。那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都市计划的改变，都正在进行中。我觉得需要有认识新竹的人，来跟大家、跟市民告诉市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的历史使命。不论成败，不论褒贬，我有责任告诉大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其实都市计划在很多县市都越来越蓬勃，大家都希望发展。那这个发展，我们有一方面可能也可以说，那个想象其实是蛮单调的，就是要赚钱。那赚钱可能就会跟土地的买卖会非常有关系。那可是其实很多乡亲是我们可以说认同吗？或者是大家的想象其实也一起都是单一的，可能会觉得地方要发展这是必然的。那您怎么去说服乡亲，它不是单一的发展要件呢？是，其实大家都希望，都市计划，好，都市计划纳入没有都市计划能够纳入都市计划，那以新竹一个科学文化城，它的都市计划程度非常低。大约只有42%，换言之呢，58%未经计划。那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这也表示了过去从1945年以来呢，整个政府的一个怠惰。那民众对于都市计划呢是一方面期待，一方面又害怕。有这一方面改变的时候，他们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影响。可是也很期待说有一个好的都市计划，能够使它的这个不动产呢能够有价值，所以这个心态有这2重。那我们要说服民众，要告诉民众的就是说，这个都市计划是过程必须透明，因为很多包括我们新竹都市计划案件呢，它不透明。所以造成公共设施的非常糟糕，然后民众的权益受损，得利的是财团跟炒土圈地的人，那所以要有好的都市计划，透明，然后专业，然后深知这个城市有新竹呢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城市的历史的纹理，像我们的道路系统有清治时期的，有日治时期的，有中华民国时期的。你如果不懂的话，你随便去处理，那很糟糕。必须要了解它的过去，然后去慢慢的梳理，然后让这样一个又古典，然后又现代的城市呢，能够有一个好的风貌。这是您10几年来觉得新竹市最大的问题吗？您这次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是很多县市都有遇到的状况，就是发展跟历史文化好像那个抗衡是非常的艰巨的。那除了这个，您发现这10几年来新竹市您最想要可能是改变，或者说您要维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刚刚谈到了这个关于土地、景观、公共建筑、都市计划，我想这个是目前新竹最迫切的问题因为70几个案子正在进行中，那如果是一个政商勾结的一个生态情况之下去进行这些案子，那会非常糟糕，会整个一个有历史光荣的城市会就此沉沦，那这是一个急迫的课题。那另外，在新竹的话，我们还面临几个重要的问题，比方说教育的问题
过去在教育的政策上面跟对这些国中国小的教育资源的挹注跟关怀上面，我们是很开放，而且是很有方向的啊。我们能够做全国人本评比第1名的校长遴选非常重要，为国中国小能够选出一个好的校长很公平，因为过去不是这样子，那现在也不是这样子，那整个校园的民主、校园的开放家长的参与，那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跟挹注这个也是新竹目前重要的问题。那另外新竹可能跟别的城市也一样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外籍新娘就是这个新移民新移民已经也占人口的比例呢是越来越提升。那这一方面呢它也连接教育问题那这个也必须要拿出政策出来。目前是放任的，是无政策的。那这个有社会的问题，有教育的问题那这个也必须注意。那当然在几个重要的公共工程上面呢也很重要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系统那是当初我任内规划，而且取得中央政府的补助经费的那必须把它做好。可是看到这13年来，整个进度呢是牛步化，而且我们看到市民每天接触到的，在道路上行走这些工程的管理呢也欠佳这个重大的公共工程也是要注意。您刚刚提到教育文化，其实我们说到客家，大概都会提到都是这个方面其实新竹市有30%以上的客家乡亲。那其实新竹市因为有竹科有高铁，其实它的发展也让您刚刚提到新移民越来越多了。那未来如果您再度当选市长，您对客家文化的传承跟延续这件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是。客家因为新竹它历史比较古老其实有很多的隐性的客家乡亲像习惯上我们以为说新竹市并不是就是大家比较不会去像新竹县一样想到是一个客家为主的县市可是有很多很早定居在城内的其实我们称为河洛 K 其实蛮多的。所以这个31%这个比例，我相信大家会有点意外其实高达1/3那我过去任内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客家文化，我有很多客家的朋友在我们客家那个聚居的比较集中的我们称为关东桥，您刚刚说的东区那主要在关东桥。那边呢当初我规划了一个要把关东市场改建那是一个老旧的市场，那个建筑物也很糟糕，也残破了。那我规划好，经费也准备好，我才卸任。所以虽然说它完工不在我任内，可是整个它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规划的大体那个是当初我们决定的。那在这一个关东市场它有7层楼其中我们把2层楼整层的规划为客家文化会馆那比较可惜就是过去的13年这个客家文化会馆迟迟开馆以后也没有好好的使用运用那最近我是去参加了那个会馆有一个金山面的这个陶艺展其实像关东桥
那个地区，它的一个客家元素就是陶艺。这个陶呢，就是从清治时期以来，一直到日治时期还非常兴盛，反而是到了中华民国大概近20年呢，整个是政府也不重视啊，那整个也许跟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关系，太多的塑胶品，其实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日常生活用品，各种的锅碗瓢盆、瓮啊、缸，那个地方就是成为一个聚落，好几家，而且都很有历史。那客家的元素当然是很丰富了，非常丰富。只是过去，除了在关东桥，以外的地区，大概这一些元素呢，都没有表现出来，都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希望，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在我们客家乡亲比较聚居的地区或者小社区小区域，我们都可以在这些用艺术的表现，用公共的景观公共的艺术的表现呢，把一些客家的元素表达出来。除了这个让客家更显性以外其实越来越多人会说，其实你语言不在，认同其实就很难加强。但是语言这件事在尤其像新竹市这样子很都市化的地区，它的存续是非常困难的。那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就是让新竹市可以继续再听到客语吗？客家的语文呢，需要大力的来推展。在过去我们最近比较忙，暂停的就是之前呢，大概从今年的3月开始，我每个礼拜五呢，有2个小时的客语课。那我的老师是范文芳教授，他是新竹教育大学的语言学的老师，他的客家语文非常的棒，很丰富，那我深深知道客家语言的这些，它的语法也好，它的谚语也好，其实是很棒的，很有内涵。您怎么会有动机要学客语？很优美。这很重要啊，在新竹生活应该要会的，应该要会的，很棒。那我希望将来在包括基础的教育，国中、国小，这些乡土语言呢，能够把客家语文呢更为普遍，而且更为深入。我很希望新竹市的市民，大家不论闽客或者祖籍外省籍或者新移民，大家都能够说几句客家话。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